Ina, mandiyan saan? Kailangan,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. Ina，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布莱的族语。我们通常说布莱是形容很漂亮嘛，形容漂亮，也形容很美。很美，所以可以说，比如说布莱的属嘎瓦，哦，对，布莱顺，布莱顺布莱顺一栋，哦，布莱顺一栋，还属一栋，布莱顺微微的。眉毛。哦，因为你今天有画，就爆料。本来就常常在画。哦，我们应该附画面的。啊，刚才有提到说，像你这样子画眉毛是一个变漂亮的行为嘛？也可以说，布莱样啊，突出嘛。哇，布莱样上面那个是的，上面那是微微的。以前很丑，没有了。那个另外一个字是什么？萨米萨米亚人，萨米亚人，萨米亚那属于的，这是微微的。可是萨米亚人，它也可以说美食吧？对，不是摆盘很像很漂亮哇，摆得很漂亮，就是萨米亚人这样。到上面呢，的是sini buat的insya的叫买sini siap，就是siap就是这样很漂亮的。你涂的很这个垫子很好看，这样。上面哦，也是一样，不来的是sini。它是一样的意思吗？对，一样。所以我看到你做族服，你的族服很多很漂亮的，我就说萨米亚属一栋跟布莱属一栋都是可以用的，都是可以使用的。我们说萨米亚人哦，啊，别的这个就不来。哦，我们平常都是说那种。萨米亚人属的。那好久在昨晚呢没有看见你。其实你现在变得很漂亮，都是那么上面那个什么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看到你其实更漂亮了，这样也是。哦，对，那上面那个什么这样。可是它也不是只有指女生吧？是东西，像吃的东西也是。但是心里。荞麦上面那个打不来啊，就是煮的有五颜六色的东西这样的。它是广泛。那像前阵子不是一直下雨嘛，然后好不容易这2天终于出太阳了，我们可以讲说布莱亚看到吗？给那个大反正天气很好是。布莱的话，我们是用南瓦呢，南瓦的天气是不一样的说法。不一样。南瓦的几港不足，没有下雨就这样。南瓦它不能讲布莱只能形容一种的东西啊，还有人的什么衣服啊、五官啊之类的，还有说摆设的东西。但是有很多种，就是你想没想到。我记得伊娜好像蛮会唱歌的，是不是？那可以说布莱要属杂音。我以为你要叫他唱一首。没有啦，我说可以形容声音是，他的歌声很好听，也是可以吗？布莱还是要用王婉？布莱的都是灵昂，也是可以，因为很好听的意思啦。布莱的是灵昂，但是。打铃啊，那是奶，这样就是你歌的声音就是很好听。毛毛讲啊，这一段剪掉。毛毛讲啊，那是如果我们俩如果怎么插歌了？他们那时候会说布莱哟，我们要道别的时候就说希望你的日子好好的哦，就说布莱哟，对。北顺nội顺，这样你住在那边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够过得很好。我突然想到，对，假如说你的手艺很好呢，也可以用布莱吗？Saigu，我用Saigu ada basu lima jemuga malang 这样。所以他只能说你做的很好看，不然要说对。上面不是，就是你做的东西，那个才可以形容的。如果你做一件事情，我想到我一个白人的朋友，他会不会知道在讲他知道，他知道。
他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做得很不错的时候，他会说不来这样子，很大声嘛。然后做对的意思啊。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用法对不对，但我有听懂。他好像想要表达说睡啦的意思，对，可以理解吗？因为他平常讲台语嘛，如果你做对一件事情，他就说睡啦这样。然后他因为他的那个外劳是排湾族嘛，他就有学一些排湾语。然后有一次聊天的时候，我们又做对了，然后他就大喊说不来这样子。不然我打，然后我就觉得很亲切，但又觉得是吗？是吗？这样对哦，也可以，对，也可以啊。那种大声是一种赞美了啊。哇，就是你做的这个事情圆满的很漂亮。对，那个是带一种面善的表情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就讲话很大声，可是话比较大声而已。你有听到吗？你做对了，不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像你就把那个你的文宣子给对，我的那个 logo 就是布莱优的那个大拇指，就是那时候因为写布莱，然后图案就画一个大拇指。我说老板这样可以吗？老板就说不来。对，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把布莱把布莱就是超过那个漂亮那种。把布莱那个笋就是超越，太超过了，对，太漂亮了，美得冒泡。美得冒泡的意思了，对，把布莱那个笋了，把布莱哦，把布莱笋，不是马巴拉。你重新念一次妈，你已经美到坏掉了，你已经那个土石流了，漂亮，走路奇怪，漂亮到坏掉。对，那么巴拉的水那不来，这你也可以写这个，写的不行吗？一定那也是话，可是也有这种说法，也有这种说法。我们聊难。马巴布莱哦，马布莱啊，苏来，太超过了。马布莱啊，苏，马布莱啊，苏，太漂亮了。你也一样漂亮，怎么讲？上面苏脑蛋，上面啊苏，不来苏脑蛋，这样啊。不让他顺瑞了，就是除非在你的面前是这样，不让他顺瑞这样。你很漂亮呢，这样。你也一样啊。然后那么要顺这样，就是要回应的时候，那么要顺脑蛋不来这样。那回到美丽这个词，不来这个词有在说不是把不来哦，把不来样。就是给他弄得美一点这样子。比如说像2个3个人，都是巴布拉布莱恩，他们就是都很漂亮，他们几个都很漂亮，对。巴布拉布莱恩，他们就这样。他是说群体哦，对，群体这3、4个人，巴布拉布莱恩，他们就这样。是指他们很漂亮。他们就是他们就这样。可是我原本想的意思是说，把它弄好看弄。不是Papa Samianu 就是让他Papa Samianu 一样，也是 Papa Bulayu 的嘛就一样。Papa Bulayu 的嘛就。就是让它弄得漂亮一点，这样的意思吗？对，比如说那个环境很脏乱啊。对，是啊。去帮忙。布拉又这比较难，这样子你住的那个地方弄得漂亮一点，这样子。布拉又就是你说那是，这样就是让弄得漂亮一点。所以我们也有。那个都可以形容到人跟在家里就是一个环境这样。美化，对，美化环境，美化这个人。他说人也是啊，人也可以美化啊。老板，你可以把它用的漂亮一点，美化一点吗？不能用美化，你可以美化环境的那个家人。环境，那就人不能用美化的。你刚刚说的是不是我说环境的时候弄得要漂亮一点，人家才觉得舒服。是不是可以美化人？因为比如说那个有些人头发乱七八糟的，然后发尾很乱什么。弄得漂亮。然后你把它带到那个。所以刚刚就有讲了，那个巴布拉一点嘛，就是这样弄漂亮一点。
对，这就是我有点暴跌。结婚嘛，我当伴娘，然后我伴娘穿那个粉色的衣服，新娘穿那个白色，然后他就讲说，哇，这不来是你的新娘了，其实这不比新娘漂亮，你怎么比新娘漂亮？这样意思说，你的穿着应该是要是要新郎要穿，新娘要穿，你的属衣服就不来大就不这样子。好，可能是以上是炫耀文啊，没有啊，这是一个形容啊，只是讲我自己的了。所以当时你就马巴不来了。对，马巴不来的，所以你有去这样带新娘再去那个化妆师说，再让她弄得漂亮一点点。爸爸不来，你要不然再帮忙一下这个。他怎么可以比我？你控制一下不？我怎么可以比她还那么漂亮？你帮她用一下了。请让那个新娘超过我。我们小姐说不用化妆哇，我们小姐不用化妆。结果就出来一个高角度。那是你。这样感觉这样就你也很漂亮，那是你要的高角度，很高呢，就168变178。好，录音中断。你不要笑。那个是阿姨的节奏，又是阿姨，又是谁了？那个另外一个阿姨吗？她扮马，她是化妆师啊。新娘不是都有那个吗？头纱都这样子。那是以前流行的，戴太高，那个本来要遮全部的到这里而已。还有刚才我们还有提到门布莱嘛，教过了。门布莱那时就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可以讲门布莱那时，那就你现在看到你更漂亮了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刚才伊娜提到说她比新娘还漂亮，所以就表示说贾布莱嘛比较漂亮。贾布莱迪玛就他不折正，对，贾布莱迪玛就这样，也不要想那个不折正，你就写那个贾布莱迪玛就是她比较漂亮。对。比谁？就我要讲比谁，然后后面是说。对，那个时候你后面就跟着你搭对象的。对，你不一定要比什么人。还有把你都是你的朋友这样子说，这不来说他说让法说咖喱这样也是可以。所以你不一定要指新娘，你新郎新娘这样。所以也可以说贾布莱孙大早上一个早晚，那么夸张。可以，就看你的那个形容的后面呢。然后他就接受我，默默接受。这不来说这把柄了。加的话加一个人名。加一滴嘛，这样子。有我们讲到把阿布莱有吗？有把阿布莱。就是美的超过嘛？那个已经有了。把阿布莱是超过了他的美。没布莱，明布莱。刚刚是美布莱是对，这个是美布莱是米什米安娜就是怎么讲？假漂亮。假漂亮。绿茶婊，越讲越难听。对，假漂亮那种的。明布莱。心机重。对，心机女富豪子弟，大陆剧。你来表演嘛？怎么表演？那个马巴，不是明布莱，这个是可以指这个人。如果你要讲他，就说明布莱样式。我说你看到某些人在那边，你之前也是看他平常都没有去打扮的嘛，然后就突然看到他进来，对。米布拉样式的就是这样，米布拉样式的这样。所以这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米布莱恩孙，然后很久没看到就说耍美，对，耍美就是这样。那么激动，有想到谁了？米布莱恩孙，对，那种画面就是这样子。我在想他的意思，耍美，因为第一次来嘛。对。我也在想那个怎么会是心机？你怎么可能一看到他就心机？心机是爱耍漂亮呢。对，
你不啦不啦呀，那我对嘛就也是蛮不好的一个词呢。对对，有一你点也可以说不来不来，可是也说是好了，我要你不要记用那种豆，不能这样子豆怎么长这样？豆，我可能没得做啊。也不好，太直接了啦。悉尼不来有吗？哦，悉尼不来是没有这个。不来的水那浪啊，那就是水也那浪，那是你的装饰嘛，你的山的衣服的装饰。啊，刚才你还有讲一个伊那不来是，对，伊那不来的是，那个是指什么？它是指一个东西啊。伊那不来指一个东西还是指一个你，就像这样穿的衣服，意思就是不来的树，伊那浪啊，这样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蜘蛛绣啊，或者是电脑绣的那种美感这样。它是形容衣服，形容美的程度这样吗？伊那不来，那要弄成句子怎么用？就是你自己在欣赏它的感觉，对，你一直看哇，那不来呀，就是在欣赏他的作品这样。要用成句子嘞。但是拉姆到水那不来，哎是哦，巴拉姆的是指一点点吗？就是还是巴拉姆是超越了？对对对，所以也可以说巴拉姆到水那不来哦，美的超过了。对，你讲对了。不能严重吗？巴拉姆了，对，超过了，巴拉姆学起来呢，很多人会美的超过。这个能写起来。像那个米布莱亚的人，米布莱亚就是爱的太超过，爱耍美。你想唱歌哦？爱嘎超过。漂亮，太漂亮，太超过。爱嘎超过。因为都要比赛唱歌，所以都爱耍美。你那将来要巴拉姆。巴拉姆的水呢不能去。还有布莱昂啊。那个也是有了，不然啊，就是好了，不要再用了，已经很漂亮了，这意思。好了，不那样啊，对。已经很美了。已经很美了，对。就他还在吹角度的时候，太高了，不要角度可以低，不要再高了。18公分了，不要再高了，你的高角度。我看那个照片就是想笑。哦，那我们这集要附照片。我们看一下。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就是美的太超过了。怎么有一点取笑的感觉？哎，可以本路来吗？没不来，那上面那属于没不来。哦，没有本。没上面那属于没不来，就是没有本。他刚刚说的是米一样，刚刚就啊，你说的是没不来。没不来，有这个有写。你变漂亮了，有了。哦。米不来呀，就是假漂亮，是假的美啊，耍美的意思啦，没不来哦。像那些化妆品，不能是一种西巴布莱呀吗？啊，东西。西巴布莱呀，就是变漂亮的东西。西巴布莱呀，古利姆，让你的脸更漂亮的那种东西。西巴布莱呀，叫一动叫。比年万难展露时，就是你穿了这件衣服，那会更美、更漂亮。李旺的是不啦呀，进步很多呢。我还是会听。他有在上课，收起那个得意的笑容。你进步的太超过。马巴阿塞古斯。对，那对了吗？马巴阿塞。所以这是一个句型哦。马巴阿什么损就是你怎样的太超过了。马巴阿塞。马巴不咕噜，对，太过聪明了。对，马巴。你在讲谁？不是。他我们那个不来只能用人跟东西嘛，看得到的。对，你看得到你才会讲啊。梦呢？哦，做了一个美梦啊。对。比如说我梦到我发大财那种。对，这种很美的梦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。然后也不会实现的梦。是变的，因为你可以讲到好的，讲到好多，是变的，能我可是比不拉一样，你可以这样，不拉一样的走正。对啊，我们常常梦见这样子有很多漂亮的事物，很多漂亮的人物，是这样的。
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完美美丽的梦。nam sepi anta kazim toa bola bola usepi， 还有什么？可是做梦好像忙哇也可以。Nangwangwak sepi nusepi anta nangwangwak sa bola bola那种咒语，这弟姐妹。不赖是漂亮，它不等于心美好，也是一样的。对，好像是哦，对。不赖跟三面样也可以程度不一样，对，三面样比较。三面是一样很美，但是不赖是漂亮。它是不一样的，更加因为它那更是加加漂亮，强，三面加强了这不赖这样更加强。三面就是一种形容在那边聊天的时候，这样的上面那到处来说就是这样。那么上面那时候就可以这样，但是那么不来那时候就是超越了那个一种美，这样。只是超过美而已。就像在跳山地舞嘛，跳山地舞，你看到人家的衣服很多都各种不同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说，哇，上面那到时衣服不过这个叫不来的来就就是这样。来做叫不来的来做就是，但这个更美。这件就更美这样。意思好像相通了。对。可是像我们中文会说好看，漂亮。对，我们总是会有自己最中意。我们心里有一把尺。对，好看。对于美丽这件事情，很漂亮，就是这样的。是主观的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三面跟不来一定要有一个落差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个落差，各位听众自己衡量。对，要做加强的不来这样。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相聚在这里，一天又美好了起来。怎么很感伤了？最后一集。因为这是那么波波布拉布拉伊这样吗？哦，有哦，新的了，布拉布拉伊这样。好，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：马巴布莱美的超过，马布莱变美，巴布拉布莱yan dia maju，马亮大叔伊那布莱，米布莱耍漂亮。我最会这个，我要去跟别人讲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不是这个你怎么想说这个台词我不熟。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，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。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奴杰维利，一见那么祖祖阿南。